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警告站，欢迎收看今日7月10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今来关心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伊咧做桃园市长的任内，即马向指控牵涉土地开发的贪污案，互检方依法上班。6天内已经调去3家业绩亚庭，伫昨暗6点左右，伊是互法院裁定收押禁见。主要原因是郑文灿又甲伊要回答的内容传互伊的秘书，互认定有串证的疑虑。因为即马互收押，民进党廉政会嘛宣布郑文灿和民进党停权3年。这是该是换郑文灿的律师提出控告。提前15分钟，3摆出现伫桃园地院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面色沉重，无讲话，因为伊涉嫌伫桃园市长任内收贿的案件。高院认定原审地院忽略郑文灿的实际影响力，互检方第7摆控告成功，搁开羁押庭。经过超过4点钟的庭审，最后地院经裁郑文灿羁押禁见，民进党也马上处罚。只要被收押的话，就开始停权3年。那因此，他是从明天7月12号开始起算3年。行政法官指出，裁定收押理由是郑文灿伫初5应讯进前，透过通讯软体内传送信息予县市的秘书，内容甲被告应讯的时阵答辩的方向同款，可见应讯进前已经管道知影检察官侦办内容，佮将要答辩的方向传予秘书。为桃地院停车场处罚郑文灿坐警备车被解送去看守所，因为已经超过食饭时间，看守所准备4菜1汤的便当，菜色有正烧煎鸡、凉拌豆干、卤鸡翅、炒杏菜，还有金针排骨汤。不过郑文灿已经吃饱，所以无吃。他吃饱了，他说吃面包吃饱了，他说不需要吃我们的便当了。他不吃我们就收走了。因为那个夏天热哈，那个便当放着也不卫生。那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呢？他有带一些慢性疾病药进来，服用3天。那明天的身体状况，我们会视他的情形状况，先做健康检查。郑文灿住4人房，另外3个有2个是早期犯，一个涉犯毒品罪。原本公布郑文灿穿的衫编号是23号控，不过因为看守告知已经解除。情绪目前平稳。凡进入我们监狱看守所部分，我们会填写一个是否泄露，是要否让他的讯息给他的外面朋友知道，或者是要广为周知，但是他都不愿意，所以说他各自我们不方便泄露。郑文灿律师陈英来已经伫11暗时9点将控告书交桃园地院，面对记者提问无讲话。桃园表示，接到控告书甲卷证了，已经伫暗时9点40分派车送去高等法院。记者综合报道。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嫌贪污红收押，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伊就亚讲，目前同款红收押的台塑集团前顾问廖俊雄涉嫌诬陷郑文灿，搁找总统府顶前一路交办，加农地为做国家重大经济建设的用地，也毋过府院拢驳回这个指控。也若押出这个备案的国民党桃园市议员，伊是表示，这是迟到7年才到位的证据。郑文灿11暗时被收押，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领导回应，这是万7年的证据，不相信真理未转来。看到郑文灿被收押，伊感慨万千。郑文灿跟我有这个官司，而这个官司当时候就是我们追查郑文灿的弊案，然后被他告，所以我觉得现在部分的真相揭露，也还我们最大的清白。领导表示，会伫一节会期提限，启动桃园市议会专案小组，彻底清查郑文灿任内甲土地利益有关系决策。我想这个每个人自己心里面有猜测，尤其是看高院2次发回我们就应该有所猜测了这个就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桃园市长郑成正表示，会配合机关照合法权责调阅资料，有信心任内公务人员拢奉公守法。在司法侦办的同时，
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提出相关公文指控，目前被羁押的台塑集团前顾问廖俊祥涉嫌污洗电文产了后，随总统府定前一路交办予行政经济部、内政部，必将农地为就国家重大经济建设。总统府那边下条子，行政院那时候的秘书长卓荣泰也下条子，这一种从地方到中央一条龙的服务。帮特定的权贵变更地目这件事情，绝对不是郑文灿一个人就可以独立完成的。总统府发声明反驳，指出各界所讲的建言，总统府照定书函转予相关单位是真侪年，无任何不法。佮表示若任何违法的事情，欢迎提出证据交由司法验办。行政也回击，对看文章讲告税无涵局，感觉真不体甲遗憾。华雅案从民国102年当时送到内政部都委会的时候，我查阅了所有的会议记录，从来没有同意过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共识过。具体的个案，任何人在这个时候发表评论都是不适当的。检察官办案一定是看当时的证据能不能构成这个犯罪，绝对不是任何政治力或什么可以干预的。民众党表示，经过2摆交保、2摆控告，经过破解之下，郑文灿遭受压并见。既然已经重启调查，检方应该赶紧调查清楚案情。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士杰8日奉请杀，专案小组今嘛发现嫌犯拢总换过3台车，其中伫第2台车有找到一个喙罨，刑台伫喙罨顶悬嘛发现到嫌犯的 DNA， 也有手痕。比对了后，警方今嘛已经有锁定一个有案底的嫌犯，海巡嘛加强戒备，防止伊偷渡出境。台南市立殡仪馆警行厅，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士杰的灵堂已经安排好势，加上冷静低调。在透早，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林俊宪拢有来念香。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士杰向庆杀到达第4天啊，警方办案进度传出重大突破。专案小组对嫌犯的第2台车顶悬有找到一块喙罨，验出微生物相关的证据，嘛比对出一个有案底可疑因素。的确是有在这个第2部车的这个里面的地方采集到找到这个口罩，从口罩上面采到相关的些微的基证 ，DNA 指纹，其实我们目前都还在比对当中。专案小组查作案的车辆来抓人，扩大调看监视器画面，查到嫌犯逃亡去高雄以后，佮换第3台车，一路向南走往屏东方向。警方强调，目前已经扩大追查到中北部，不过嫌犯经过详细测规，佮换车切断线索。检方在追查时，卖检方嫌犯偷渡出境，希望会当伫上短时间之内抓到人。这一个犯嫌的影像我们也有给这一个中部跟北部，像八斗子渔港那这个中部的海港还有机场，我们都把一些影像，其实在礼拜1、礼拜2，我们都早就已经给了相关的海巡单位输入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严防他们偷渡。警方目前掌握到嫌犯有换2台车以上，各无共的交通工具，嘛无排除已经偷渡出境。目前专案小组除了继续调查可能的涉案者，嘛有通报法务部、海巡等单位，加强机场、港口沿海地区的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司法侦办的阶段，一直拢会传出有人去报逃亡红通缉。根据统计，通缉的人数超过5万人。亲像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营，也有前检察官景天福，即马拢红通缉。现有的防逃亡机制，亲像是科技设备的监控、注销护照这的程序是拢有，也毋过效果引起质疑。即马有立委嘛提案要修法，希望嘛会当增加去报占逃罪。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营是涉及经济犯罪，在官司3审确定进前去报5亿外，偷渡到海外。前总裁陈友和涉及污钱案嘛，逃去中国真侪年。真的我有罪，我会去办。同款嘛，逃出境的，还有贵妇奶奶和因男朋友，因涉嫌非法挣钱就业。含前高雄地检署检察官谢天福涉贪红判刑11年半，法官执行进前同款是去报500万逃走，真侪被告拢放弃高保释金逃走，各党立委拢真关心去报逃走入罪的进度。我们行政院还要排院会，院会通过这一个草案以后，会衔司法院
然后司法院也没有意见了，那我们就会送大院。我们希望在6个月，半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在司法精审的阶段，一直被就是逃亡风通缉。官员阁讲，以检法部的通缉的人数，检方侦查中含法家进前都要5万人，法院审理了后嘛，拢超过6000人。调查局政党时小连续提刑法的修正草案，要申订弃保逃走罪。法务部强调讲，行政院的版本并半年送入法院，但是在修法的方式以外，现行的防盗机制先后安怎嘛引起讨论。我们使用科技监控的数字跟通缉犯增加的数字的比例真的是差距很远。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编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设备，但是都没有用，因为法官觉得不用扣护照，结果他已经偷渡出境，在国外拿着台湾的护照还到拍照，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嘛哈？有立委质疑讲，法务部开1000万买电子卡扣和电子手环等等大量科技监控的设备，但是官方统计目前敢若50外件防使用，设备明显放伫遐无得用。毛立委建议顶检讨护照注销的定数，莫阁用较侪时间，因为无对源头防范，多番恐吓一直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各地拢是顶部的时热翕翕小热的天气，也毋过过昼就会落西北雨。咱来看云图。咱台湾附近即马附近是拢无云，所以天气同款是真小热翕翕。过昼就要细至西北雨，包括伫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各地头的山区，拢有局部地占雷阵雨。尤其我近山区的所在，雨拢会落较粗，就要细至局部大雨。气象署伫今仔日有针对咱全台湾13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有7个县市，亲像是双北、云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拢是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也伫台东今仔日有可能会透小风，高温就会达到38度。其他也有6个县市是黄色的灯号，各地头的高温今仔日普遍拢伫33度至35度左右。也若根据气象署观测资料，月中月底的时，伫南海到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刷落来有可能就会出现风台。不过最近受高压的影响，咱台湾未来的1礼拜天气同款拢是晚昼的时温度正悬，也若过昼了后是会落雷公雨、西北雨，而且雨拢会较集中伫山区，嘛提醒乡亲要注意。日头赤炎炎，气象署预测未来1礼拜全台湾拢是中昼前好天小热，但是午后有机会出现雷雨。气象署发布高温的资讯，针对16县市拢发高温提醒，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机会。午后热对流发展也是会落雷阵雨。那到了13到14号之后开始转向东南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西半部开始转为一个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雨的发展的状况。区域上不同，但是山区出现一些短延时强降雨还是有可能的。若是已经渐渐进入风台季，气象署观测拜六以后，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会转为有利热带系统发展的环境场。气象专家分析，综合欧洲加美国模式推测，13拜六开始，热带扰动的发展也有可能有风台形成的机会。13、14了后呢，要特别注意就是讲吼，南海甲菲律宾东边吼这边吼，可能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这个机会。目前看起来吼。这2个这个地区啊，变风台的机会差不多2成到3成左右吼。天气风险公司是预测南海的热带扰动会顺偏强的太平洋高压的边啊，往西北挖进中国到越南。因为即马季节已经大热，高压进一步向北偏西的时阵，才有机会比较较挖进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咱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防指控伫做桃园市长的任内收乌西钱，昨昏互法院裁定收押禁见。总统赖清德伫昨暗又去参加全国东军大露营的开幕典礼。郑文灿呢，原本是东军总会的理事长，也毋过即马伊已经互收押，所以伊无到位。府甲院针对郑文灿互收押这件代志，拢无对外回应。也若另外，针对海基会董事长的会，陆委会即马是表示，暂时是依持目前的状况来运作，若是有新的人事安排，就会对外说明。
来看联合报，环境部长潘启明主持上任了后头一场环评大会，不过伊即马是和国民党的立委指控讲，在担任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的时，公司有和风电厂商达成联签签承办的合约，嘛互指控主持环评会议无回避。来关心自由时报，乌道天道名政计会涉嫌甲柬埔寨诈骗集团合作，有超过50名国人，咱台湾人受害，哄骗6000多万。若有9成受害者拢是济岁人，年岁拢超过60岁。检方起诉23个人，其中诈骗集团的管理阶层有9个人，检方是希望法官会当判重刑。即马诈骗集团案件是掠袂离，台中阁有诈骗集团在要找人开文书做行政的会，佮讲呢头家会当食的大的笼装包，骗人去引头路，摕到人的口罩了后，再佮甲人关起来。尾安尼是受害者家己走出来，赶紧报警才掠到这个诈骗集团。另外伫高雄一天就掠到7个车手，内底有4件拢是投资的诈骗案。求伫角落的被害人，互诈骗集团抓出来了后，准备坐车离开。警方探访掠着在场4名嫌犯，破了一个假证在的不法集团。包吃包住的文书工作为噱头，先诱骗被害人提供人头物，再予以拘禁。警方表示，这个集团以包遮包大的文书工课当作经济名义，骗取着求职者个人笑话了后，就甲人关起来。有被害者走去报警，这个集团才互掠着。伫咧高雄嘛，共款掠着真侪诈骗的车手。来到被害人徛在门口，本来约好双方面要交150万块的车手，看到警察赶紧走。嘛有另外一名女车手，甲已经互骗走81万现金的被害人约好，要搁再来交58万块。拄着卖货员警大声咧哀，诈骗真济，干那10号即天，高雄警方就掠着7名诈骗车手，查获5名诈欺面交车手。另外，针对辖内 ATM 提款机，采取高强度防治勤务。也同时查获2名正在超商 ATM 提款车手。警方表示，这7名车手牵涉的案件拢总有4件，手法拢是假投资真诈财，嘛提醒民众唔通过来相信会当趁真济钱、稳赚无赔这种诈骗案，才袂防骗去。记者王刘天明、赵权台中高雄报道。来关心中国的航空母舰山东号最近是出现伫西太平洋，引起附近的国家拢在关心。咱国防部嘛监测到中国军机有66只，其中有56只飞过海峡中线，而且阁有7只军舰配合山东号在进行联合演训。咱国军嘛阁再公布，咱 F-16V 锁定中国歼16战机的画面。总统赖清德是强调，咱会继续强化咱国防的能力，嘛会加强和民主国家合作。中共相关对台威胁，中共航艦山東號突破第一島鏈，在西太平洋出現，國軍持續掌握伊動態。11發布查到共機66台，其中56台飛過海峽中線，侵擾北部、西南甲東南空域。國家7隻軍艦配合山東號進行聯訓，國軍嚴密掌握伊動態，嘛公開 F-16V 利用狙擊手先進標定葉窗，鎖定殲16個畫面。主輔戰機近期配合山東號航艦執行遠海長航海空聯訓的一個情形，那麼今天配合動態的公布，我們就有公布國軍去監控中共殲16型機以及轟6型機的一個狀況。那殲16中共轟6轟炸機畫面嘛公開，這是在聯合利劍2024A 演習了後，國軍閣再公開強機影像。外界解讀，國軍除了讓國人安心，嘛向中共釋放消息，咱方有強大監控能力。台灣會持續強化國防力量，加強跟民主國家的合作，共同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當他來執行這個對台的這個軍事這個任務的時候呢，他的航艦打擊群呢，在這個西太平洋位置，這個模擬拒止美軍的這個航艦打擊群要來這個介入這個干預這個台海的戰事。中共有73隻軍艦對台形成3方包圍，以及山東號在西太平洋活動。學者研判，中共以演大訓，演練封鎖台灣，嘛反制以美國帶頭的環太平洋軍演。
反装甲武器标称飞弹飞过夜空击着目标，国军初9至12日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联用操演。这名弹照光玻璃山，国军伫暗暝进行各种机枪飞弹等武器的射击训练。袂歹啊，三军而且拍爱训练啊，你无训练是哪有一个基本的功夫啊？对不对？那事先爱训练呢。未来可以增加无人机的防治，比如说在保利山这里用无人机当靶机，那测试干扰，或者是说硬杀用火力把它击落，这些是可以考量放进去。伫联用操演了后，伫要上场的是年度上重要的汉光40号演习，是历年上挖紧实践的一个演习，持续强化国军的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北约峰会发表联合宣言，成员国拢同意乌克兰来加入北约，嘛表示要提供包括亲像 F-16战机在内的军事援助来帮助乌克兰。也若这一届，日本、南韩、纽西兰和澳洲、印太4国是头一届加入北约的联合宣言，主要是要来对抗中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75届峰会伫华府举行，会馆国地联合宣言的时阵，拢承诺讲支持乌克兰伫未来时机到的时阵加入北约，强调乌克兰的未来伫北约。Ukraine's path and bridge towards NATO membership is now irreversible. 联合宣言阁指出讲，莫斯科同款是对北约的安全上重大直接的威胁，而且中国是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关键支持者。联合宣言嘛，第一摆纳入日、韩、纽、俄等等印太4国来因应中国造成的安全挑战。China provides dual-use equipment, microelectronics, a lot of other tools, which are enabling Russia to build the missiles, to build the bombs, to build the aircraft, to build the weapons they are using to attack Ukraine. And then, of course, we also then state that it cannot continue like this. 北约的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强调讲，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不是在做主线，是符合自身安全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讲，美国製 F-16戰機當對丹麥和荷蘭轉去到烏克蘭，今年熱天就會飛伫烏克蘭的空中。拜登嘛點領導力，強調北約有能力嘛一定會捍衛每一寸的領土。特地邀請參加峰會，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嘛開始小連刷的外交拜會，伊會見參眾兩院的領袖舒默和麥康諾。包括州长感谢因帮助国会通过对乌克兰的1750億的美金援助，还会见拄上任的英国首相施凯尔，得到政府改变支持未变的承诺。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伊伫辩论了后，因为辩论时表现了不好，辩分了后，民主党内即嘛一直有人爱伊无阁继续选落去，亲像佛蒙特州的参议员威尔斯，伊就头一个徛出来讲明，伊希望拜登爱退选。另外，替民主党募款的大明星，嘛是民主党的大条支持者乔治·克隆尼，伊即马表示讲，拜登已经毋是较早迄个拜登啊，伊认为拜登爱退出选举，爱找换人选，才有法度拼过川普。我爱拜登，也毋过阮需要新的被提名人。这是野车乔治·克隆尼车集导书《纽约时报》真大标题。克隆尼是拜登的重视对象，也是民主党伫好莱坞的募款大将。伊捌为拜登的电竞竞选主持募款活动，一日就募到2800万美金，创下民主党史上一摆募款活动金价上悬的纪录。也毋过伊伫导书中讲，拜登无法度拍赢甲时间对抗的战役。3礼拜前，甲伊同齐出席募款活动迄个拜登，毋是2019年的拜登，甚至毋是2020年的拜登，而是辩论的时所看到的同一人。伊经过民主党若无外人，总统甲国会大选都无法度赢。克隆尼主张学法国大选250位候选人提选，对抗地球派精神，重新提名新人选。除了克隆尼跳出来反对民主党内换败声音继续扩大，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尔斯七十伫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写道。拜登不再是打败川普的上好的候选人，呼吁拜登为着国家利益退选。威尔斯是参议院中头一位公开发声爱拜登退选的民主党人。伫这之前已经有9位民主党众议员公开呼吁拜登唔通去选。到目前为止，拜登仍然坚持选到底，也毋过刷落来伊所面临的退选压力恐惊会增加无减少。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
咱来看，伫7月2日巴黎奥运就要起过啊！这是届的奥运会写1500万的游客去巴黎。也若即马奥运相关的商品，也阁有一寡巴黎精品的名牌，煞开始传出有人在仿。因按即马法国的警方是抓甲真严，上无已经有毁掉63000件仿的衫裤、鞋啊，也是名牌的牌啊、包啊，而且阁有抓到10个未计回嫌犯。店内会计面顶是各种巴黎奥运吉祥物、福利级的模型红仔。距离巴黎奥运开幕剩无到2礼拜，包括服装、鞋啊、皮包等等奥运相关的商品商机真大。为4月开始，就有机会业者仿制相关的商品销售趁钱。为了避免奥运的游客买到假的商品，法国警方嘛联合业者展开大规模打击仿冒商品的行动。Et puis il y a eu des grosses actions massives, comme par exemple il y a quelques semaines. La fermeture de plus de 10 magasins sur la zone de Saint-Ouen, qui est à 500 mètres du village olympique, où des milliers de produits ont été saisis, de faux produits ont été saisis. 一场警方打击假货行动，佮突击巴黎郊区的上名市场，伫30名品牌业者代表的陪同之下，现场鉴定商品的真假，暂时已经销毁至少63000件假服装鞋啊，佮有名牌皮包。现场嘛抓到10名未假货嫌犯。Les criminels qui ont compris que la contrefaçon rapportait énormément avec peu d'investissement, font aussi d'autres activités illégales comme le trafic d'armes, la prostitution, le trafic d'êtres humains, etc. 根据后面智慧财产局数据显示，敢若是2018年到2021年之间，法国企业因为假货商品损失17亿的欧元，差不多代表598亿7000多万的营收。根据今年6月数据显示，法国海关伫2023年拢总查到2050万件仿冒商品，比2020年查到1750万件，增加78%。暂时日子已经接近奥运开幕，到法国观光的游客嘛愈来愈多。为了方便奥运选手，至今还佫有记者刷叮当。法国奥委会嘛为利时开始提供900多台巴士，伫奥运比赛期间1礼拜7天，逐天24点钟提供运送的服务。国际新闻台是童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皮肤经济研究有捌讲，台海准讲发生战争，恐惊会造成全世界大约美金10兆的损失。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两党上最近就有党员拢有讲到，台海安全对英国是真要紧，英国袂使无要无紧。伊嘛呼吁两大党应该针对中国政策达成共识，做出应对。来关心日本的媒体是报讲，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伫7月初4时，把行驶无害通过船进入中国的领海，事后是引起中国的抗议。也若中国有2只海警船，昨暗着驶到钓鱼台主权争议的海域，赶走1只日本渔船。来关心菲律宾，伫7月11日早起10点左右有发生规模7.1的大地震，也毋过因为地震的深度是真深有620公里，所以并无引起海啸，嘛无人伤亡。马来西亚嘛有报讲，这阵地震连马来西亚部分的所在拢有感受到。继续关心咱台湾和捷克两国的关系，即马是愈来愈密、愈来愈好。捷克当年伫7月份的时，因拢会举办中欧作家的阅读会，这是中东欧上大的文学活动，是对2000年开始办到大概拢是一期1个月。今年咱台湾是这个活动的主题国，嘛是头一届互捷克来做是主题国的亚洲国家。伫这个月有31个台湾作家，讲拢会伫捷克分享因的文学作品。第25届中欧作家阅读会7月开始，台湾受邀请参出今年主题国，是第一个互捷克列为主题国的亚洲国家。Protože Tajvan je země, o které se v Česku hodně mluví, nejenom v Česku, ale v celé střední Evropě. Možná o té zemi zase tolik nevíme, je dobré se o ní hodně dozvědět. Takže Tajvan je zdánlivě exotická země, ale jak se ukazuje, tak témata, lidé, knihy, autoři jsou nám bližší, než se může na první pohled dát. 为7月开始有31个无共款世代性别、族群甲写作类型的台湾作家，会到捷克甲斯洛伐克演讲，包含有李昂、陈淑红、吴明义、廖鸿基、向阳、
但设定有名作家。很多时候，因为台湾过去的不被重视啊，很少有机会能够受到比较多的注视。我们通常是那个人家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然后被冷落的。所以这一次捷克的朋友愿意跟我们做这么大的活动，老实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其实是个很政治的决定。因为在欧洲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文学节，主题国要选台湾这件事情，一定是没有发生过吧？这几年，台湾甲捷克文学交流密切，亲像今年布拉格国际册展甲台北国际册展，拢邀请台湾甲捷克作家来分享作品。公司国际记者刘玉婷，捷克布拉格报道。要来针对这个活动，台记台嘛有派记者到捷克去采访，咱就来看伫捷克当地，就有一间米洛多媒体出版社，伊这间出版社一直在翻译台湾文学。伊若发行人托马斯捌住伫台湾20年，伊定定讲台湾就亲像伊第一个故乡同款。这间出版社已经翻译20本台湾文学，10年来拍拼，即马台湾文学伫捷克嘛渐渐受到捷克民众的关心。这几年，台湾和捷克的关系真密，像讲伫咧文学顶头，原来是有无共款的交流。伫咧捷克城，都有一间独立的出版社，都号做米洛多媒体出版社。伫我后边的这间厝，就是因伫出版社工作室的所在哦。因的发行人 Thomas， 其实伊毋那是位作家，原来是伫咧捷克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即马咱就带大家做伙来熟悉伊。Hello， vítejte。我有这里很多我的花，我喜欢花这里。如果我有这个很大的地方，我可以画很大的花。这个有时候我画了台湾的东西。这个花，这个台风收掉了。Thomas 的作品大部分拢是用技能蓝颜料去画的，这种技法互画的色水看起来真艳。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流传到今的技法。Thomas 伫台湾住20几年，为着要甲台湾介绍互捷克的民众了解，自2014年成立米洛多媒体出版社，翻译台湾文学。伊讲，无论是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还是自然环境，拢是伊认为真迷人的所在。In Czech, we have some tradition and the nature that do inspiration for me too. I don't want only say that I see only typhoon or ocean, but we have today this topic. By this way, I would like say what inspired me from Taiwan, and from Taiwan inspired me the power, nature, and people. Thomas 嘛用伊的画笔为真侪出版的册画图，10年来因已经翻译上无20本的台湾文学，包括李桥、刘克襄和刘家乐创作的原住民生活系列等等。后来伊嘛在想讲，要互台湾人了解捷克的文学，所以伫2021年出版《回溯集》，这本捷克的民族传说，也互咱的文化部推荐，选做适合中小学的读本。This book is the Czech language Kytice from Karel Jaromír Erben, that is very famous Czech literature. And I did illustrations and I was publisher for this. And if I did these illustrations, I searched some ways for my identity. 当年5月至8月，Thomas 拢会为着保拿叫国际庆典回来捷克。未到这10年来累积有愈来愈多捷克民众对台湾文学有兴趣。Thomas 讲，台湾文学因为有真侪丰富的族群语言文化，历史翻译有真大的难度。不过因有关的继续做落去，透过文学甲画作，互愈多捷克民众了解台湾。记者卢尚如、柯炳哲捷克报道。镜头等下，咱国来，咱来关心去年咱国来欠卵，超市公司就有进口巴西卵，也毋过双嘛逼出乌西和过期的争议。即马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决定要依照立法院这款刑事法成立专案小组，要来调查。也毋过呢，即马这款刑事法也搁在释宪，民进党的立委就批评这款做法是违反宪法。为了调查去年进口鸡卵的争议，国民党立委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调委杨庆英7月11日安排讨论成立有关进口鸡卵执行情形调查专案小组，甲运作要点草案会议。国民党立委表示，小组毋但是要调查超市的卵，阁要调查所有的进口卵。
嫁到市场，然后发生就是腐败等等的现象，我们也希望说让所有国人朋友都可以了解清楚。会期一个开始，先由5位民进党立委轮流发言。立法院这款刑事法还阁咧实现，这个时阵成立调查小组，恐惊有违宪的记录。就算照立法院这款刑事法第46条之2，裁判确定进前的诉讼案件，针对伊的处置甲惯证，立法院袂当刑事调查权，而且强调进口机能的争议有真侪地检署的调查，立法院搁再插手，就是违反家己立的法。要扩权的也是你们，说要行使调查权也是你们。通过这个法以后，首先要带头违法的也是你们，滑天下之大稽啊！白白吼要办案，你未比检察官较好办案啦，袂讲较无强咧回想啦。所以我们立法委员，我们干嘛要把自己扩权？在野党立委呼吁民进党立委唔通搁再阻挡，人民需要的是真相。要清楚当初怎么接上线啊？没有官商勾结，这个不用查吗？给人民真相，为什么不查呢？这样对得起人民吗？调查立委伫个委员会一句来一句去，民进党立委强调成立调查小组违法佮违宪，检调甲监察院拢已经咧调查。国民党立委是批评唔知影民进党咧动啥货，若准无犯法就唔免行调查。最后，民进党立委是退席抗议，主席宣布通过成立调查小组。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宪法法庭7月30日时，就有针对立法院这款修法释宪暂时处分召开准备听书。也毋过国民党即马有质疑讲，专案对受理到开庭听书无对等，而且准备的时间无够，嘛佫讲大法官伫心内早就已经有立场啊。也那民进党是批评南北两党，家己伫开庭讲袂下讲袂赢，即马就侮辱大法官。国会这款修法，各政党甲中央机关派代表伫宪法法庭，针对暂时处分展开激烈的论战。这场释宪的热身战，准备听书才拄啊落幕，即马战线搁再延长，蓝绿两党11持续互相对下。右手边的座位上面，他们前面2排是坐满的，而我们呢却只有6位。我们一个机关要面对4个机关的围殴，总统府根本还没有行使实质的行使这个职权。所以哪有什么汉格之处？这个机关根本在释宪上根本就是申请释宪上就是不适格，按照许宗力以前的标准。国民党用前瞻条例基地控诉以前申请释宪，大法官会议拖8个月才裁定无受理，这届唔拿快速处理，准备时间不足，这个大法官早就有心情做提问，开庭只是行一个过场。大法官在问的时候啊，答也答不出来，有机会让你讲不好好讲。然后呢，回到立法院来，开始就想要斗臭大法官。蓝白的机关代表不断的跟大法官去说，我们这个法案没有即刻的危险。今天我们经济委员会就大辣辣的直接把即刻危险上演。民进党回应，事先准备时间双方拢同款。国民党的讲法真奇怪，嘛摕超书的鸡卵案做例。强调检调还阁伫侦办，按照修法的内容，袂使行使调查权。不过南北两党真强势成立调查小组，看暂时处分什么时阵裁决是也未公布。国会这款修法释宪，会伫8月初6召开严肃辩论庭，立法院9月开议。不过伫结果出来进前，调野的论战战火还阁伫烧炭。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食品的安全，来关心食的安全。这是高雄有某一间冷冻食品工厂和食品行涉嫌用俗价，把伫要过期的冷藏肉收的冷冻一段时间了后，摕出来退冰，再甲这个物件卖互店头骗店头，这是冷藏肉卖互餐饮业者。卫生局和检方有去工厂查，有查到超过11栋过期的肉品，即马要依照食安法依法上班。工厂内底一箱一箱肉，吨价要比人较悬。高雄卫生局举报某一个冷冻食品工厂甲食品行卖过期肉。查到配合桥头地检署这单位企业者的任务工厂稽查，查到包括牛、猪、鸡、鸭、羊，拢总11.4吨过期肉，部分过期至少半年，甚至更较久。将审酌违规情节，依违反食安法第15条、第44条、第52条规定，加重处6万元以上2亿以下罚款。
根据了解，工厂甲食品行由姓社负责人翁仔某经营，因用真俗的介绍甲大盘甲屠宰场买到高级的冷冻肉，冷冻一段时间再退冰改漂时，用新鲜冷冻肉的介绍卖互厂商赚薄利。不过这肉早就过期啊。到隔壁来吗？哦，我慢慢看。铁门慢慢啊放落来，员工无愿意加讲。姓社翁仔某经营的冷冻厂甲食品行，甲过期肉卖互高雄甲外县市真侪间餐饮业者，检方当专业伫清查受害厂商甲业者不法所得。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谢姓及林姓被告均涉犯刑法第255条第1项虚伪标示罪嫌及同法第339条第1项诈欺罪嫌。检方认定姓社负责人翁仔某嫌疑重大，暗过无羁押必要，互两个人分别以40万甲20万块交保。卫生局也要持续追查违规产品的流向，监督回收消费。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的福山国小的便所因为管线常常会塌掉咧，而且佫会咧漏水，而且是漏甲真食力。漏甲真厉害，涂骹拢生出石笋。有立委就去视察4间学校了后，发现真侪学校这内底拢有真侪问题爱处理。高雄市教育局即嘛表示，会先摕教育发展基金赶紧受理。福山国小便所规间是旧仔旧臭，佮有水位天崩地落来，底甲涂骹佮有亲像金乳石的结晶。福山国小全校有2000多位的老师甲囡仔，到今也是使用这种便所。校长表示讲，管线塌掉的问题已经2-3冬，校方大概清管线拢发现有尿珠啊、塑胶杯仔的粪扫。目前学校有5栋的校舍，敢若1栋的便所有申请到经费，去年才整修完成。清出来有内裤，有尿布，有迄个塑胶杯啊，我讲内面啥物拢有。迄全年内面买物件，大概内面拢会当找得到。这么严重的问题，其实可能外部的人，包括咱的社区民众，包括咱的囡仔，可能拢唔知影。便所的问题，唔那福山国小有，昨夜明德国小查甫囡仔用的热斗，6个有5个拢害去啊。地方民代协同相关单位做伙来到高雄会勘，拢总看4间国小甲1间大学，其中嘛发现新港国小涂骹袂平，新甲国小便若落大雨拢会淹水。查甫咧使用便所内底10间有6间是歹去的，无当使用。啊，伫咧查囡仔这边有可能嘛是差不多将近拢超过一半，会造成咱囡仔身体健康，因为伊唔敢去便所。我们会利用暑假的期间补助学校经费来做紧急的修缮。并大检视学校设备，教育局表示讲，目前搁爱等学校整理设备修缮的资料，经费嘛有请立委向中央争取。考虑到开学了后，囡仔就要使用，会先用教育发展基金量早修复。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咱台湾的医疗技术真厉害。台湾器官移植的手术即嘛创下一项新的纪录。这是台北荣总伫昨昏发表讲，因甲大人的腰子用器官移植手术移植到8岁的一个查某囡仔的身躯顶，伊是利用关器官的关键者身躯的静脉，摕来接这个妹妹身躯顶的肝静脉。这个妹妹就唔免阁洗腰子啊！这是全世界第3例，嘛是亚洲的头一例。当他走进去的时候，他很开心。他进去到手术室是他自己进去，他很勇敢，所以我不能放弃他。讲到拍拼对抗这种病宝贝查某囝，慢慢的目屎就要流落来。因为今年8岁的吴妹妹伫2岁半的时阵，互诊断出真罕得看的威尔姆氏肿瘤，2边的腰子拢互切掉，嘛开始洗腰子。佮因为感染的问题，一直爱去病院，一直到今年4月，吴妹妹真好运，有人传爱心捐腰子，种伫伊的肝内面，才总算互伊唔免佮洗腰子。谢谢你，捐一颗宝贵的肾脏给我，让我可以不用再到医院洗肾。医疗团队讲，吴妹妹腹肚内，敢若肝内面有一只青筋是健康的血筋，其他拢袂当使用。团队就甲伊的肝分开，找到健康的血筋中间，再搁甲捐腰子的人身躯顶摕到的青筋，做一段延长含接起来的通道，所落来甲腰子含腰子血筋起伫中间。经过12点钟中拢无停的手术，才总算成功，甲大人的腰子移植到体重较轻的囡仔的肝脏内面。他肚子在做过太多次的手术，肚子里面粘连居然是这么的严重。开进去的话是完全都找不到任何路，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回头路，就一路做下去。
医疗团队讲，这个真困难的器官移植手术，目前敢若美国捌做过2例，这个案例应该是全球的第3例，国内含亚洲的第1例。嘛，呼吁每期腰子病的囡仔一定要注意腰子移植的关键期。嘛，感谢无数有爱心捐腰子的人，让腰子病每期的囡仔有机会过去过健康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医疗技术真好，不过对偏乡的民众来讲，要看医生有影是较无方便。为着要照顾偏乡的民众的健康，新竹县的卫生局即马有和病医合作，和医生是透过视讯的方式来替较庄卡的病人来看诊，再过去卫生所提药啊，希望会当照顾偏乡民众的健康。最近没有手脚抽搐的症状吗？这几天有那个啦，抽筋啦。用电脑视讯的方式问病人身体倒位无爽快，过去新竹县偏乡民众上无爱使我要2点钟的车，才有法度看医生。即摆利用远端问诊了后，直接伫附近的卫生所提药啊。对偏乡地区行动无方便的民众来讲，实在真方便。还不错啊，在偏乡，我也是住偏乡，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老人家很好。就会让他们不用特别搭车跑很远去看医生。这边还蛮多那个中风的个案，就是脑血管病变的个案，那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神经内科，把个案跟他做一个先双方的了解，知道这个个案的状况之后呢，然后就会透过就是约诊的方式，然后在视讯上面做一个那个看诊。照顾偏乡民众健康，新竹县卫生局参马街病医合作，来到5方乡用视讯的方式进行医疗服务，和偏乡地区的病人来当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那目前个案大概坚持比较多一点了，都20几个嘛，5峰乡大概有10几个个案，那这些都已经实际在服务对。那我们也期待说，在这种状况家属的一个负担也能够得到喘息啦哈。新竹县卫生局指出，过去2年以来，已经针对尖石乡跟5峰乡，拢总有159个失灵，也是因为破病无方便出门的病人，使用远距医疗服务。未来只要有需要，就会继续提供服务。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文化时间界，咱来看今年总统府音乐会7月20日时，就要伫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来举办。这届音乐会充满台湾味，彰化文化总会有公开因彩排的过程，带乡亲咱先来看。手牵手，心连心，咱行作伙，你是咱的宝贝。这条台湾出名的歌谣，伊是咱的宝贝。7月20日，就要由书曲创作人陈明忠甲歌手柯景顺伫咧总统府音乐会演唱。今年的总统府音乐会以自由之力做主题，陈明忠甲柯景顺会演唱真有台湾味的歌曲。我是唱我写一首歌嘿，上新的首歌叫做《汉山河》阿春来唱我写的，伊是咱的宝贝。对，第一摆哦。阮头一届。展现多元文化，陈明忠讲，这摆乐团的编制除了片仔、鼓、弦仔以外，佫会加入日本元素的3皮线，背后台湾这挂真好的音乐内容走向国际。我那个弹三味线那个团友，会从日本过来。我们有东方鼓嘛，还有笛子嘛，还有迄个二胡啊，然后在台湾然后再加日本的3味线啊。所以都会整个会有很好的情绪在里面。我从20几岁开始写到现在，都是大概尽量可以把台湾的味道写出来啊，然后可以让它国际化。4、6、3，台湾number one。另外7月底巴黎奥运就要起鼓，咱台湾的代表队也当咧准备争取公赢。陈明忠甲柯景顺讲，希望透过这摆的总统府音乐会，嘛通以音乐营造国情，团结起来做伙甲代表队加油。记者郭文正转由台北报道。来关心台南认得的文献国中探秀在期间，拢会举办传统文化的体验活动，带囡仔来体会布袋戏，互因搬布袋戏，嘛去了解台语口白水。这身穿蓝色的衫，兼体开身是布袋戏内底的文星。因为这身三花笑，常在伫气氛紧张的时出来讲笑开化解危机。
布袋戏拢总分成7大类的角色，为着要让囡仔通练捌传统文化。在年底文化局中，伫休热期间，特别邀请剧团来学校教囡仔抓红仔的美感。头摆接触的囡仔拢学甲花头戏面。布袋戏是我第一届摸到的，真趣味。啊，你好到学着什么物件？学着布袋戏安那行路。看布袋戏，咱像做正常。啊，毋过以即摆囡仔来讲，布袋戏即个物件对因来讲，咱像有听过，啊有看过，啊毋过伊无摸过。布袋戏内面伊足侪迄种台词，是足水的迄个台语的文化。这摆营队毋敢若互因看尔，嘛互学生动手练习要安怎来抓红仔。人布袋戏的师傅讲，每一个角色咧行路的骹步手路，就爱佮参与个性做配合。若要互红仔更较有灵魂，上重要就是模仿角色的讲话开口。剧团嘛传出场诗来互因体会台语本音甲鼻音的用啊。角色出现的时阵，伊有伊的足特别的口碑。哦，伊有念诗，也有口碑，啊，咱口碑就是甲婴仔用台语来讲。咱若要传承，咱就是要对上基层的，像对国小啊、国中啊，吼，对学校开始向下扎根。我感觉安尼应该是一个较有法延续咱布袋戏文化的传承的一个方法。古早人常在看布袋戏做伎娘，这嘛是台湾本土代表性的艺术文化之一。不过，即摆布袋戏的市场渐渐低迷，剧团近来嘛注心甲文化向下定根，因希望有更加侪人愿意来学习。记者李崇台南采访报道。要甲文化向下定根，就要透过生活。咱台湾是果子王国，规年冬天拢有果子，而且又个真好食。中华呢有幼稚园就特别编一套绘本的教材，好食的果子，用互动的方式，互囡仔会当用台语来了解果子的名。这个绘本嘛，摕到国教署的肯定。一、二、三、四，行落去，好食果子，甜到位，天线把咱切草地。囡仔人对老师一句一句大声讲出果子名，有金蕉、山野，阁有中华出名的大川葡萄掺石头芭乐。这是中华县大川乡大西幼儿园家己编的台语绘本教材。绘本设计者张婉丁老师用趣味有节奏的语词，互囡仔自然讲台语。我的册是用较简单的方法，囡仔较定定看到的像果子，加入一寡色水阁有迄单位的名，互囡仔去熟悉，定定讲，定定听，定定看，因就知影嘛，足好记的。大西幼儿园5年前就开始营造浸水式的台语教学环境，除了果子的台语绘本，嘛有设计上课歌、手话念谣等等。幼儿园表示，教材内容若甲生活经验有连结，囡仔咧学台语就真紧。其实阮真正是做浸水式的台语，对，就是对生活当中教囡仔去讲，譬如讲较早食饱未，再会，这拢是平常时会讲到的语言，安尼去引导囡仔，豆豆去讲台语，互囡仔袂感觉讲这件代志是足困难的。幼儿园表示，幼囡仔时期是学语言真关键的阶段，透过生活对话、趣味的绘本、歌谣这方式，互台语正做生活语言。嘛鼓励家长时代加甲囡仔讲台语，为学校到家庭做伙营造多元友善的语言环境。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人工智慧 AI 科技应用的层面，即嘛是愈来愈快，未来麦当来帮助行动不方便的人哦。亲像日本呢，就有一个视障者，伊是拍电动电竞选手，最近就靠 AI 甲伊带路，可以顺利去到会场比赛。日本26岁痴迷但是小电竞的藤本，最近在试一个新的实验，请 GPT-4 带路带伊到比赛会场。Hello, I am in the Musashi Kosugi station of North Gate. Actually, I am blind, so could you tell me more detail for blind people? 藤本一耳挂耳机，听 GPT-4 回答，一耳是针对听4个雷啊环境的声，开始这段旅程。
左方向です。照完了行20分，1.4公里。有即幕都是照 GPT-4O 的提示，一步一步向前行。中几啊摆拢滑头，加上落雨，手机也是真歹试。有即幕都只好求助另外一个目睭无啥好的朋友，做伙过去体育馆。大きいがこの交差点を渡り、さらに進します。渡って直進。4、しばらく進むと川沿いに出ます。两个人有伴做伙过去，总算到会场完成机台的比赛。对车站到体育场这段路，目睭正常的人只要开20分就会到。有即幕都是靠 GPT-4O 的指示，开1点外钟才到。虽然讲时间较长，但是会当家己行到会场，就是真大的进展啊！一个学者是真看好 AI 的辅助潜力，比如讲用 AI 来帮助听力受损的人，把语音转录作文字。不过，日本所谓无障碍领域的专家是警告讲 AI 有风险。以 ChatGPT 来讲，回答甲这么自然，恐惊互无正确的资讯嘛无法度分辨。另外，训练 AI 的数据大多数拢是主流资料，无一定会当代表弱势族群的认知。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5度；外岛28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一支手机啊，一台相机，对台湾头到台湾尾，公民记者行大社区，用因的观点记录砖头，也是城市各角市发生的故事、议题加趣味的代志。你的故事，咱来发声。